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10月1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德县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街，昨下晡传出假事流出来意外，现场甲路挖开了后，车路煞凹一空。因为今年8月路已经凹过一届啊，附近阁有一个工地，居民是希望赶紧甲原因查清楚。以新德县政府就300公尺的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街，10月下晡将近5点的时阵传出假事味。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是假事外泄，马上通知新德假事甲自来水公司到场，现场开挖要调查清楚假事管线漏开的原因，佮出动水线戒备。我们在7点51分的时候，工班已经顺利的都在进行开挖的动作。保管处的同仁会在陆续到现场做抢修的这个动作。新德县长尤文科也伫行程结束了后，伫暗时7点外赶到现场。雅士公司已经切断外泄2边的管线，自来水管线也因为路基冲空刷油断去。水公司到现场止水，相关单位也是会伫灌注了后，会阁修理管线。未来对于建商该负的责任，我们也一定会以最严格的态度来监督建商要按图施工，然后有任何状况要即刻回报。现场怪手挖到一半，后边路边熊熊出现新的大坑，现场充满高高的假树味。其实今年8月，这路段已经崩塌过，迄时阵附近工地建商承认，甲工地施工有关系。短短2个月，佫发生第2摆崩塌，官府已经命令停工，佫发钱。附近民众希望赶紧调查清楚相关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主管蚵仔寮有一间庙，昨透早发生抢案，现场尚无找到10粒千纸卡，怀疑是诈骗集团内部小达，互相掠人开抢。其中2个人着请家己去病院，那庙公嘛真无辜去互弹着，手骨、腹肚拢着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锁定6台车，已告涉案的超过13个人。载4名查甫人的车为高雄莲仔区往子馆方向行，到尾停伫蚵仔寮渔港边仔这间公庙。礼拜透早，大队警力来到现场，感谢人员积极采证。不过，警方到位进前已经有听到10外声庆声，民众真惊吓，想讲发生战争。我行过俩庆子就前日就乌白开啊开庙，头前也有4个查甫的，嘛有人缀着走去。原来是诈骗集团本钱超袂平，好亲像有200万的纠纷，高照4名的查甫人伫舞厅强掠去，虽联络2个朋友来救援，双方到公庙时阵，煞有人开枪扫射，伊2个朋友的骹只手拢着枪，家己入医。公庙的庙公原来去互枪支弹着，腹肚甲手着枪，好甲再无性命危险。锁定了6部车辆，那10多人。见识之后呢，再还要比对我们。之后呢，会查取到相关的枪械，这部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离公庙200公尺远的民家塔门原来有枪支坑，光头白日遮侪枪声，互附近的人踹一个。警方表示，现场有10个枪支坑，初步估计涉案的人员超过13人。案发8点前后，掠到涉嫌主导掠人的4、5主嫌。除了查清楚案情，掠其他的涉案人，原来同齐侦办牵涉到不法的诈骗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卖场，有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伫小鬼壳，佮夜刀咧乌白吉，一直向边一个查甫学生越过。虽讲讲是无甲人伤着，毋过嘛引起惊吓。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会主动来侦办。穿普色衫的查甫人伫小鬼壳伫百货卖场的地下室出现，看落真奇怪。详细看，伊的手头好亲像摕来的物件，也捌真挖近其他的民众。虽然这查甫人是行来行去无进一步的行为，毋过嘛互毋知伊伫创啥民众着生惊。有民众伫网络打这段画面，伫小鬼仔开查甫人，敢若感觉真好耍。翕相的人嘛一直笑，好亲像是咧创敌人。这里是公共空间，如果这样做的话，会请大家的伙伴。我会上前跟他制止说这种行为不好，因为比较胆小的会被吓到。翕相的地点就伫台中东区这间卖场的地下室，内底用餐区是属有公共空间。警方表示，为画面来看，查甫人虽然无伤人，也是攻击行为，毋过已经违法。本案警方尚未接获民众报案，为影片中当事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规定。我们24小时都有值班人员，都有值班人员。对。
警方表示，虽然无接到报案，不过会主动侦办。若做确认违反社违法，会当处3天以下拘留，还是3万块以下罚款。卖场是讲，原来会加派保全巡逻，若做有可疑的代志，都会通报警方，确保人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东北季风继续吹，今仔日这方面的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地渐好，咱来看温度。最近天气是愈来愈凉，东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会落雨，南部因为水汽刷向北，嘛会落沙巴雨。其他所在是侪份好天，不过山区过道会落雨。温度方面，这2天早暗较凉，低温是20度到24度，高温是27度到31度。但拜3拜4，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回升。不过拜5会阁有一阵东北季风。提醒乡亲，这礼拜温度变化较大，早暗出门就要加套一领衫。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在南北两党顶礼拜六是开会谈合作。国民党提出要用民主初选的方式，国民党批评讲，这分明都是无想要合作。不过侯友宜这边表示，提出意见尔，意见无同，唔通一个啊都变面。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中央政府有针对自然海岸线的消失提出任何环境补偿的概念。出席兵团9号外部山4接影响的说明会，民众党外部贴真详细听，虽然无签署承诺书，未成提等于研究，不过也呼吁宽团甲大典应公开辩论。总统大选拿另外议题，进程只要3个月，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按照推出3亚上强人选，这次会前会以外无共识，尤其是国民党提议开放式民主初选，和郭文贴害头，佢哋配合办执行长金溥聪无拍算合作，有其他用心。他会故意提出一个，一看就知道很难执行的，这个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要么就离开学校太久了，已经把这个学识都忘掉，或者就是别有用心。我觉得不应该是就是说，你不照我的方式，我们就不谈了。怎么今天突然一下，说避免的避免，就突然就觉得说，你不照我的，我们就不用谈了，就不要谈下一次的会议。金溥聪强调，不要用正面调，是因为有效度、信度这问题。真简单用操控，华为挂电影应继续来谈。不过知影要整合，要红海创办人加大名。前日会议长王金平就华为较紧归队，李郭文贴这边也讲，一定要甲加大名有入来。一句谚语啦吼，讲啊真文机啦，做无一汤匙，主流民意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民进党赖清德一直走路线，高雄公庙一个煞一个来参拜，拍出国家主权牌，爱民众看清两岸局势，接受9日共识，是定有放弃台湾的主权，也提悬各项力量，将南继续建筑守护台湾。台湾面临的中国的威胁，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族群，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国家。赖清德强调，若是中国说尊严对台湾方，政府也愿意来对话，我嘛要大家认清局势，莫因为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就惊。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广全民国防的概念，即马煞传出讲6都的民防人数除了桃园以外，这人是比5当前搁较少，而且平均都已经50岁以上啊。专家表示，政府就应该加添预算，增加福利。改善训练的方式，才会当成少年辈来加入。那警政署嘛回应讲，会详细来检讨。网络平台这本9月底出版的古纸绘本，用图画配合文字，要囡仔了解军人保家卫国、和全民国防观念向下扎根。不过，甲2019年6都的民防能力比较，统计到今年9月底，台北减少33人，新北减少189人，桃园增加28人，台中减少9人，台南减少57人，高雄减少86人。除了桃园以外，拢呈现减少，而且这个平均年龄拢在50岁以上。20到40岁以上的可用人口去干嘛？去从事打仗或从事国防啊。那剩余的，比如说40到45岁之后呢，才有多余的人力释放出来从事民防啊。但国民讲，青壮年正是负担工作甲家庭的阶段，若无充足诱因，真难以吸引伫下班了后加一份无薪水的职务。建议政府爱编有够的预算来应用。专家何定辉是分析，要改善这民防无够人力，法治民家组织结构拢要调整，招募甲训练方向嘛及时来补位资源。
医疗啦，或者包括交通啊、治安维持啊、通讯的回复啊或替代啊，都会变成是民防可能会触及涉及的业务。以这样的任务为核心，那民防的训练以及人力的招募，应该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现有民防义警及义交人员49岁以下占34%，较去年增加2%。警政署正积极研议，如加入紧急初级救护与自救等，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之训练课程。警政署强调，警察机关民防义警甲义交这协群的民力编组运作所需要相关经费，是各县市政府的权责，会继续协调各警察局积极向地方政府来争取民防相关的福利，像是协群费、装备的添买，希望吸引更加多人加入民防的团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病人自主权利法为2019年开始施行，让病人会当预先决定讲，若准家己有一日意识无清楚啊，敢要急救。不过做决定之前，要先去咨商，代替3000块。即阵卫福部就打算上紧明年开始，甲咨商费列入健保，而且癌症安定对象优先，一世人会当用一届。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拜三要审议房屋税条例修正案，拢总有21案，会当讲是囤房税2.0版本。部分党团立委提案税率上悬要扣10%，其中以6户以上扣10%是上侪。再来看联合报，咱台湾伫2016年之前会有5条火箭推进剂的生产线，用来发射太空混合火箭。中科院已经伫屏东的九坪起一个地下试战楼深的测试场，全力推动研发。台积电原本讲要参加汤圆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计划设厂，不过有自救会抗争反对土地征收，阁有人放出风声，讲台积电已经决定要放弃设厂啊。台积电目前是无回应，不过专家认为，对于台积电来讲，设厂应该拢有备案，一定阁有其他的所在等咧选。反良科扩大土地征收，4周围居民组成自救会，真侪届抗争。13自救会写文章讲，台积电认同在地乡亲爱护土地甲公园的想法，台积电决定放弃原来伫个扩建案内的设厂计划。台积电说有提到说，他们不要来这边做设厂。我们自救会的就是不知道说，到底现在台湾还有哪一个厂商有能力做2奈米的厂商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奇怪啦。我们市政府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做一个协助的动作。整个园区的开发呢，它会涉及到当地民众的一些权益啊，可能需要搬迁的这个部分呢，市政府在这个部分呢也会非常的注重。自救会表示，本来19要去台积电抗议，即马改做去德科管理局进前了解下一步龙科园区第3期扩建案计划走向。德科管理局发声明回应，园区扩建是为了引领台湾产业一同升级，不是为了单一厂商争地，所以政府有无共声音，要重新调整扩建范围，兼顾产业的发展，甲民众权益达到双赢。对这代志，台积电回应，因为19要举办发说会，会前有占密期，无法度回应。专家是认为，台积电有关1奈米要到2028年才会当量产，国家设厂需要2年的时间，目前也无急迫性，不过有其他的备案，还佫会当选择。台积绝对还是有它1奈米的那个建厂选址的替代方案。毕竟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帮台积找到一些好的一些地点，来未来在市场跟量产它的1奈米。专家认为，台积电伫其他的厂房会当找到空间做1奈米设厂调整。台电甲台积电长期合作过来，头一个单一大厂列电单性分配，监理刷阿爸实验，一定明年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民用工厂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113个人受伤。民用的董事长宣布要予10个受难者1个人30万的慰问金，其中6个员工会补偿丧葬费加40个月薪水。若4个殉职的消防员会另外拨款，其他员工就业的部分，不管是要留也要死，拢会保证薪水会付至到年底。再次表达对此事件
最深歉意。记者会开始进前，明阳公司董事长率领干部亲戚讲，搁再一届会失礼。事发到即马3个礼拜，15号公司说明着灾害补偿还有中间的方向。员工的抚恤跟补偿的部分，补偿金额绝对不会扣除员工可以请领的相关保险金。4位消防英雄，国家虽然有给付抚恤金，公司也决定要另外拨付一笔款项予以补偿。应用统计，事故造成10位人死亡，113个人受伤，目前4位重伤，还有几个人轻伤，需要持续来住院。强调伤者的医药费因的全部负担，到15号为止已经付出2530万，嘛附上着公开信托基金5亿的契约书，展现着因公司的诚意。我们会再参考高雄气爆、桃园晋鹏大火以及彰化莲华食品大火这些大型事故的补偿模式，来作为我们后续从优补偿的参考基准。在这次的事故当中，有4名消防人员死亡，民用会另外给因补偿。而死亡的员工已经付因每一个人5个月平均的丧葬费用，还有40个月的工资来当作是死亡的补偿。因为民用目前也搁咧停工，公司嘛保障现有员工的就业权益，因会启动着统计，要了解员工要继续留落来，还是要转职。公司及我个人的疏失，现在检察官都在调查中。那很抱歉，为了尊重司法，我目前可能不方便说什么。但是对于发生这件事情，我确实是非常的难过，也感到非常的抱歉。董事长2度来鞠躬会失礼，民用嘛表示已经委托着第三公证单位调查，为着要重建复工，因会聘请着包括消防、风暴等专家来组成着顾问团，而且会投入资金来改善设备。记者王丽婷并召款屏东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以巴战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呛声讲要甲哈马斯组织消灭。目前以色列的军队准备要拍入去加沙，那哈马斯这边讲因为黎巴嫩射20粒火箭弹，造成以色列的军营伤亡。以色列报复空袭死亡人数称悬，加沙真下街路情势咧恶化，路边将遗体运送病院太平间实在伤过危险。文化部也不满，所以利用冰淇淋车的冷藏设备来应付。ثلاجات الموتى الموجود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لا تكفي لاستيعاب 10 جثث فقط. ثلاجات آيس كريم نضع فيها جثث الموتى. جثث هائلة مكدسة داخل هذه الثلاجات.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说要摧毁哈马斯，咧准备前进破除加沙，因为高升在加沙人质为130人增加超过150人。进前特拉维夫当局互规定200多万加沙人限时撤离，目前已经有数十万人离开。哈马斯爱大家卖插这项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在中东访问，想要防止冲突升级。伊想要救回人质，阿拉伯领导人只强调保护加沙百姓必要。ورد الفعل اللي موجود اتحسب انه يتجاوز رد الفعل حق الدفاع عن النفس من جانب اسرائيل ويتحول الى عقاب جماعي لقطاع غزه اللي فيه 2.3 مليون فلسطيني. 透过哈马斯的卡布总团体卡萨姆旅表示，为黎巴嫩向以色列2个基点发射20粒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民兵讲，向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附近一个叫做哈尼泰军营发射飞弹，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表示咧对黎巴嫩报复性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讲，家己伫黎巴嫩南部的总部互一粒火箭弹拍着，同时支持哈马斯甲真主党的伊朗警告以色列，若继续攻击巴勒斯坦人，情势会升级。各强调德黑兰未结外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在世界各国拢相连续出现炸弹的威胁。法国出名景点勒普宫甲凡尔赛宫拢受到炸弹恐吓，紧甲人疏开。另外，伫咧马来西亚有一间卖场，嘛有接到讲放炸弹的电话，要求大家莫去支持暴力事摊。在咧警报甲广播一直达，参观民众向门口行，广场客满，互军警要求疏散的群众。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战争，和法国当地学校发生攻击事件了后，暂时凡尔赛宫甲罗浮宫伫当地测试，嘛陆续接到炸弹威胁信息，互当局紧急疏散参观民众。
罗浮宫因为展出有名的画《蒙娜丽莎》，每一天的参观游客达到3万到4万人。巴黎警方接到消息了后，赶到这2个观光景点搜山真群，封锁所有出入口，对馆内做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无发现任何炸弹。法国阿拉斯丁一间高中13日发生攻击事件，造成1名老师死亡，2个人重伤。当局认为甲以下冲突有关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攻击状态，甲法国反恐安全计划顶级又到上悬，部署部队巡逻保护公共场所。暂时伫巴黎里昂车头发现疑似加拿大玻璃物，马紧去搜山群众。Pour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pour le musée du Louvre, pour la gare de Lyon, à chaque fois nous envoyons les démineurs après avoir évacué, puisque évidemment c'est la sécurité qui prévaut. Je peux vous dire que pour les 3 sites que vous évoquez. 除了法国，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谷中城广场，则是暗头嘛接到不明人士的威胁电话，警告当局政府唔通支持巴勒斯坦，若无会设置炸弹。当局嘛紧急动员数十名的员警赶去现场搜寻证据，佮调动2组的警犬来搜索，暂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高市新闻台是同朋友。东京奥，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为着以巴冲突和伊朗甲土耳其通电话，王毅无直接点名，敢若讲爱遵守国际法律，暴力冲突敢若会互问题更较严重。若伊朗表示无因愿意加强沟通，用政治的方式解决问题。来看联合国表示，以色列甲哈马斯组织相战的头1礼拜，伊个加沙有100万人有路无厝。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哈马斯，着爱无条件甲无辜的人放出来。以色列嘛爱开放物资送入去加沙。再来看俄乌战争当半有数十万人伤亡。罗西亚总统普京讲，乌克兰的反攻失败啊，因为罗西亚有乌地刀、大地雷阻挡乌克兰的攻势。镜头转来到国内，有人伫面册分享，讲伊若像伫卖场 Costco 买到臭气牛肉，引起讨论。不过有网友怀疑这是当事人家己甲牛肉放甲过期，才提出来讲。卫生局有派人去稽查卖场，拢符合规范。若 Costco 表示，作业的流程拢遵照标准，会协助消费者退货换货。有网友伫咧 FB 的社团抛出对好事多买来牛肉的相片，问讲伫什么情形之下，会是3条好的1条臭的，引起上千名网友伫咧讨论。不过，一张相片网友看法无同。有人怀疑讲包装顶头的有效日期是10月初7，不过发文的日子是13，牛肉可能早就过期啊。是于10月4日当天切割包装，有效日期为10月7日，当天包装全数上架。截至目前，未收到其他消费者反映相同情势。消费者敢若是买到变质的牛肉，高雄市卫生局也派人到卖场稽查。确定现场的青肉的产品拢是散装的包装，冷藏库甲环境也拢符合卫生规范。挑验同品项的产品，也无发现变质的情形。牛肉会呈现鲜红色，是因为氧和肌红蛋白与氧气发生作用。若牛肉在缺氧情况下，肉的颜色就会转变成为黑红色。呼吁食品业者善尽自主管理。伫最近好许多的食品定定出代志。就是要民众讲，伊买坚果的饼，吃起来有咸咸的口味，食了会吐，怀疑是生菇。因过经过卫生局查验，卖场拢符合规定。好许多官方是回应讲，作业流程拢依照全球规范的标准，将会协助消费者进行退换货，抑个客诉处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人有国小若像发生营养午餐食物中毒的案件，到达已经有30个学生送病院啊。教育处即马是咧继续调查原因。市长谢国良宣布要有关家人吃营养午餐的负担金额，每一个人吃顿上无爱加10块，希望会当提高营养午餐的供应品质。卫生局人员甲学校的厨房调查，对器材设备到食材全部拢检查，要看到底是倒一款才出问题。因为贵人市第13发生疑似校园营养午餐一个中毒事件。我就水煮鱼，然后有番茄豆腐、炒青菜跟一个汤这样。然后我昨天有鲜奶，厂商只送到学校的那一节下课，孩子就会喝掉。市府说明，对13日报告14日小有30名学生去医生看，大部分是腹肚痛，抑有吐才症状，加在经过治疗了后，拢出院啊。
不过，对今年5月开始，规人学校陆续传出面包内底有乱来乱去的糖啊、食材过期、有人变酸这情况，要市原点名。这摆事件的共产的厂商甲5月，另外一间学校的食物中毒案件是同一间厂商。圣威食品自从谢国良市长上任以来，在基隆市小学的营养午餐的标案里面很受青睐。8月28号，圣威又再标到营养午餐的标案，总共金额2683万。你不担心吗？我很担心。得标，而且得到很多市占率这个问题，其实在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需要关注，会在提升10元以上，达到这个更好的条件。市长谢国良讲，会提悬营养午餐，政府家己付的额度，进前市府补助是国小每一个人每个月300块，高中400块，家庭团膳甲家己设厨房的学校，对今年9月开始也增加10块，政市府搁再增加10块，高中国小是比较办理，后续的司机到各校去抽验，希望提升营养午餐供应品质，让学生会个安心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药师工会全联会统计，目前全台湾有33000多药师，超过一半是大社区药房甲诊所，病院这边煞是请无人。药师工会表示，因为病院的工课踏底，薪水阁无比人较好，所以才会请无人。无用包药核对，爱搁加病患说明甲提醒，药师总是徛伫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看顾用药的安全。根据药师工会全联会统计，目前全台湾职业药师有33713人，伫公私立病院职业的药师有8770人，毋过社区的药局诊所开业的药师有18157人，超过一半社区药局甲诊所、病院的药师请无人。欠工真严重，很多连锁药局可能开到超过100万的薪水来招收一些新鲜的药师。很多大型医院来讲，只要他薪水跟不上，有一个落差情况之下，就很难去找到足够的药师。药师工会全联会是讲，病院的药师除了值班门诊以外，大院的药师嘛爱对医师查病房，确保病患用药安全。毋过病院留袂掉药师，除了工作真无用，袂少所在的台务福利拢比病院较好，佫毋免值大夜班甲小夜班。有愈来愈侪药师伫病院训练2年后就会离开。目前看到的话，医院确实是事情比较多一点，然后外面的待遇可能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医院待一阵子之后，就会出来执业。健保总额足够的情况之下，让医院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比较多的资源可以去为这个药师在薪资上、在福利待遇上、在整个的这个 PGY 学习的环境上能够更好的话，这样子才能够提高医院留任药师的竞争能力。药师工会全联会是讲，伫先进国家每1万人有8.6个药师，毋过咱台湾是13人。药师整体人力并无欠缺，问题是严重分布不平均，总共增加药学系的学生名额，病院嘛无一定会当留少年的药师，尤其伫咧庄脚，所以呼吁政府除了应该坚守总量的管制，嘛都爱提出良好的配套计划，安尼才有法度解决医师人力伤济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冠疫情等好了后，出门旅游的人是愈来愈多。不过，民众伫旅店开2万块注文房间，随后消保官发现这旅馆顶悬无注明保证有效，恐惊影响民众的权益。人踏踏丁客伫个会场，台中国际旅店每一间业者推出正俗的优惠价，要互民众抢到好康。尤其大数餐饮票券，消费者上介意。毋过消保官发现有民众伫旅店开2万块订大数，却无履约保证，所以设立旅馆健检服务台替民众注意。经检视多处商品都符合法规，但有少部分业者销售礼券记载的履约保障期间不足1年，已经现场要求业者改正。根据中央主管机关对旅游行程也是住宿服务，拢有相关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使记载的事项规定。民众伫购买前一定要看清楚订单。业主业者是口头甲你说明，嘛都爱纸面拢有写。现在基本上都一次就可以看懂。大型的饭店啊，或是那个的，通常他们的旅保的那个都 OK 啦。
虽然旅店买起好，不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旅宿业房间持续起价，今年顶半年已经起超过疫情前的同期水准。地属观光旅馆，一般旅馆的大用率拢比疫情前减少。观光旅馆大用率仅55.45%，平均每一暗4618块，比疫情前起2成4。一般旅馆平均每一暗2547块，起2成2，大用率仅挖近4成6。有补助的时候，大家都往郊区走嘛，大家该去的可能也都去了。现在没有补助了，然后又开放可以出国，所以大家现在都往国外跑。业者认为，疫情解封了后，一寡旅客选择出国旅游，当然会减少国内旅游的预算。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开放中国旅客自由行，还是团体旅游，对提振国内观光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水水乡的农会有900吨文旦卖不出去，拢倒掉后背，引起关注。因为今年做风台，文旦生了较歹看，抓白痴。另外，佮拄着搬上气单，河江村的文旦损失就真惨重。中秋节已经过半个月啊，不过水尾乡河江山区的柚仔农的村口内面，若是规头块柚仔拢已经变黄烂去，装箱的礼盒也拢卖不出去。在中秋节前的话，应该有到10几块钱一台斤了，然后到中秋节过后，现在就是一台斤只有3块钱，但是采收的工钱一台斤就要3块钱。有一寡村口内面是空的，也不过唔是卖掉，是因为盘商甲订单取消，已经烂去的柚仔拢倒伫咧家己的果子园内面，敢若靠农会来买无材料，也无钱买加工设备。农会有收啊，但是收的很少，希望可以外销啦。就是说市场比较大的，因为东南亚哪里的，我觉得他们都买的不多，就是大陆。农会是讲，今年因为风台落大雨，种一个采收期的文旦，若是体型变大粒，皮和水伤着，也较无甜，大盘无来收，销路是这几年上歹。大概有900吨的文旦柚没有销售出去，我们会再尽量的协助农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包含未来文旦的一个面积是不是要再缩小。伫咧水尾乡种文旦的面积有650公顷，是全国上大的产区，今年产量差不多4500吨。怎么就看安怎把这款卖不出去的文旦变做加工品？应该是可以考虑，就是说透过这个冷链的技术来让它的这个鲜果保存期长。那保存期长当然要结合一个提早采收，它有从容的作业时间。有柚仔农私底下讲，这个区域产量伤济才是重点。听讲有真侪柚仔农考虑以后不爱种啊，怎么这个人希望这款烂去的文旦若等伫咧家己果子园，袂互政府发。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第2025年就会成做超高龄社会，到时65岁以上的老人会占总人口的2成。在台北市交通局就选择咧较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所在，规划设4大安全区。这车路标示限速是20公里，而且佮用种花草的方式，让车路爱小可挖一个，打造全台湾头一个交通优先区。我是觉得需要，因为这边年纪大的人很多，走路有时候都比较慢。带3个孩子过这个路口，其实都会很紧张。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改进的话，我觉得是很好。以当地公园附近交通为例，因为巷仔会使直通大路，经过车速一般拢真紧。大约附近的老大人想要骑脚踏车出门，拢爱提心吊胆，确定无车才敢过。根据统计，台北市比全台各地平均更加早进入超高龄社会，台北市人口数大约是250万6千人。不过65岁以上老人有54万1千人，占台北市人口2成。以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资料显示，今年到7月底，全国高龄老大人交通事故死伤人数有4万2千人，其中坐回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135人，受伤是3272人。这些问题是民众反映给我的，那里长要反映给交通局，交通局就把我们当一个 sample。所谓交通优先区，就向阮大方向改善，包含路边标示缩限20公里，也是路边铺设无共的设置，人车共用，不过过路人优先，也是直直的大路经由种树啊，也是设施建筑完善的路，就此降低车速。高龄活动最密集的地方是医院或者是公园，所以他一出门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比较友善的交通环境。整体来看的话，交通事故的比例有降低。如果得到是这样一个正向的效果的话，当然就可以逐步来扩大。
台北市交通局讲，这个月会甲当地民众一个点头沟通，确认执行方向了后，预计年底前就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德国 IF 世界奖70周年，嘉义甲德国 IF 世界奖合作，伫嘉义市博物馆办一个 IF 嘉义世界展，特别展出在地得奖的作品，要互大家来欣赏咱台湾出品，确实袂输人。协助视障艺术的风群大纸，用回收希望制造的墨镜镜，还有包括建筑空间包装活动欣赏者捌到过德国 IF 世界奖的作品，即摆拢伫嘉义市博物馆内底展出。这些展览都只能在首都或者是国际的一些国际城市才看得到。那我们很开心这次邀请到 IF 这边一起来合作，那趁他们70周年的时候，把他们这2年的得奖作品一起带到嘉义市来做展出。这个世界奖的展览，甲2002年到2023年之间，有过 IF 世界奖的120件作品做一届来展出，其中佫设置嘉义专区来绍介嘉义得奖的一寡作品。事实上，我们有很棒的这样的专业，就是希望这样发扬光大。好，我们阿里山林业铁路也希望能够借这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设计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去注意到讲，发现设计力导入了真侪国外的人客。包括着咱家己本身以前的咱的家己人拢感觉，那无发现到这个物件，这个建筑有这么的漂亮。嘉义市政府表示，德国 IF 设计奖是世界知名设计奖项之一。欢迎70周年，邀请因为10月初3开始，到明年正月初3来办展览，希望会当互民众透过展览来了解设计对生活也是社会所带来影响甲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有一个真特别的课程，因带学生囡仔做伙来做这佚佗物仔，家己设计趣味的竹仔台。这校长表示，这会当互学生囡仔体验顶一end细汉时啊算过物件，嘛希望学生莫伤接看手机啊。我觉得弹珠台感觉很有想象力，很有才艺，弹珠台很好玩。可以动动脑，也可以拿到奖品。珠仔放入去珠仔台，用布棒绑一下，珠仔开始伫珠仔台内底走。边仔学生囡仔紧张看珠仔到底会落伫倒位，规个教室是闹热滚滚。这是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这节特殊的艺术甲人文课程，引带学生来做古早的佚佗物，这学生拢算甲真投入。那我们利用艺术理论的课程，让老师带领学生制作以前小时候的图案弹珠台，然后让全校的师生来体验弹珠台，体验小时候我们图案的乐趣。弹珠台，它是要给学生呢，不要常常在三级电台的那个打手机这样，所以要让他们体会到说，其实小时候我们做弹珠台，然后玩弹珠台的那一个情景，跟长辈可以做一个连结。互囡仔体验古早的佚佗物仔，知影时代无手机啊通耍的时代，拢在算啥？目前做好的珠仔台会放伫咧校园内底，互老师甲学生下课时间通耍。记者综合报道。婚礼的稻仔，这产量是全台湾上济。为着要展现台湾美的特色，这各乡镇是发展出无同的种植方式。那保中乡的农会结合台农67号，佮有日本月光米的特色，推出新的品种，互民众有一个新的选择。云林因为气候温暖，佮有露水溪、河尾溪等通好水、土肉肥，成做全台稻仔产量上济的地区。原来各乡镇也拢发展出家己的种植方式，有的佮推出品牌，亲像保中乡的农会，就结合台农67号和日本月光米，种出台南16号。也甲合作月光薄荷。这个月光米结合台农67号，这个抗日性适合咱台湾耕作，会当讲甲日本的这个月光米会当讲来比拼安尼。以早农民惯习大量压肥、除农药，虽然产量高，但是品质却无够标准。这几年经过调整，合理化压肥，减少用药啊，生产的米品质也改善真济。不过农民讲，台南16号比一般的米佫较歹照顾，要种了好就要有技巧。因为月光米伊是较有机啦无像咱一般的台南11号伊较粗基，每一厝
若咧做即个保护的时，就是有让即个细酸钾伊食的成分较悬的，嘛会当来提高即个稻米的品质。报长向表示，台南16号有日本活光米的外形，阁有台农67号会当长时间曝日的特性。希望这项产品通拍入咱台湾米的市场，为民众提供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古坑一个桂林社区，为着要推广茶的文化，社区设计出为挽茶、做茶到食茶完整的体验，要让民众对台湾茶有更较深的认识。民众欢喜来挽茶，虽然天气有淡薄仔烧热，不过因为真罕有机会会当亲身来挽茶，所以因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有去茶园里面采茶，蛮好玩的，只是蛮辛苦的。哦，辛苦的点在哪里？就一边采茶的时候会有蚊子啊，然后非常的热。古溪桂林除了特色有名，这茶米品质也介好。为了推广桂林茶文化，社区请在地经营4代茶行，带游客到茶园内底体验要安怎挽茶。采茶部分、晒茶的部分，还有室内萎凋，还有整个乌龙茶的制成的部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不能让它就是失传，还是说让它消失不见。一般的制茶好像喝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其中的辛苦。采了这么久，才采了几两的茶叶。挽茶了，阁有社区特别传的茶米创意料理会当食，对挽茶、做茶到啉茶，甚至会当食茶。这个完整的流程，希望让民众加一个带囡仔耍的选择以外，也会当对台湾茶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宜美文教基金会连续3年主办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20个选手将决赛拼关家，指定吟唱4首台湾汉诗。其中就包括伫双十大典当中艺人杨烈所吟唱的《意难忘》，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听看卖。世间意义原存在，勇士当为义斗争。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20位选手伫15个决赛拼关家，指定吟唱4首台湾汉诗，其中也包括双十大典当中杨烈所吟唱的《意难忘》。主办单位指定本土汉诗来比赛，嘛是希望选手深入了解台湾文学，嘛通知影先贤写作的背景。比赛场顶的选手嘛认为有机会了解台湾史是真好的学习。去年时阵哦，我摕第3名，我感觉我只是甲伊的音念无准尔。但是今年我开始有去了解伊的遐个作者的故事，因为即个历史毋敢是即个讲故事尔。咱会当用参加比赛这个代志来了解进前的人，伊写的迄个习俗是啥物款的意思安尼，嘛会当更较了解迄当时的人的想法是安怎。一向关注文学推广汉诗吟唱的立法院长尤锡坤，也当场吟唱家己的作品《翠莲》。这个作品就是在描写台湾的历史和民主化过程所经历的创伤，也磨练出台湾人的韧性。两种为宽，撇为薄，翠莲代字见真挚，混情民主。汉诗吟唱赛第1名就有奖学金20万，是历来相关比赛活动当中奖金上多的。主办单位嘛希望比赛会当一年办落去，让愈侪少年家参与，唔但甲母语讲好，深入了解文学的历史背景，嘛是文化顶根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建筑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单年排放总量的38%。按今年世界建筑展的焦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的建材，希望会当减轻建筑物对环境负担。用茶做的工纸，
汉坝控股里，搁再到中国使用的塑胶，抑个潮化，甚至是滚尸体等材质，拢出现伫今年丹麦哥本哈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因有可能成做未来建筑业的永续建材，大幅度减轻现有建材对地球气候环境的压力。We are facing quite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architecture has one of the biggest carbon footprints. So not architecture itself, but the way how we build our environments. 全世界气候暖化、极端气温造成的气候灾难，威胁人类的生存。这几年，绿建筑的概念正兴，希望透过低碳排的建材，建造对环境友善的建筑物。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作为世界建筑首都的城市，也介绍真多永续建材，其中包括高品质废弃的医疗级塑胶、未晶片废弃物所做的床啊。传统的潮化，抑个过去无可能做做建材滚尸体。滚尸体是真菌物质所形成，敢若是血管型的菌丝的集成体，因为一直炭软在土甲芳内面，粘合力也真强，所以滚尸体也慢慢变做绿建材。Seeing it is a natural material, it's grown naturally, it is a degradable and reusable material. 哥本哈根为这边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也特别示范安怎利用回收的砖仔架，也个无共材质调配砖仔架，修理圆门，也个亮顶啊。The small one is the traditional solid brick, and we can only get as far as that size becaus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se three arches is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CO2 footprint,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size. So that is depicting how much more you can build if you build more clever. 根据联合国统计，建筑甲营建部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全世界38%，其中74%甲能源使用有关系，26%来自建材，抑个营造阶段的碳排放。控股力加强是造成上侪实地碳排放的建材。全世界有50%的控股力加30%的钢的需求，是来自建筑甲营建部门。因为控股力是建筑物碳排放的上大来源。The building industry is really a villain when it comes to emissions, but it's also where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So it's actually the architecture business is owning the solution. 估计伫2060年之前，全世界建筑物的总面积会继续加倍来应应人口的成长，大部分拢集中伫咧开发中国家。联合国是希望伫咧2050年之前达到建材零碳排的目标。这是需要所有产业的创新来改善营建业直接加间接的碳排放。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来看中亚的吉尔吉斯，当地有一个砖头风景介水，成袂少游客去观光，煞嘛产生真侪粪扫。即马当地是打拼咧做资源回收，嘛创造经济，真做一种收入。有中亚山谷之称的吉尔吉斯，全国平均高度是海拔2700公尺，90%以上的领土拢伫海拔7500公尺以上。啊，毋过因为气候变迁，臭氧层受到破坏者影响，环境每年恶化。伫东北部山区的村头吉尔加兰，希望将这打造成做饮食发展的观光地。Анан бул таштандыларды негизи жыйнайбыз. Анан ошону кайра иштетүү бизге өтө оор болуп жүргөн. Мен айым ошо кайра иштетүү бизге келди. Бул эң жакшы. 当地官员甲环保人士为定点粪扫分类场加采，对这整个来讲是大代志。分类项目有塑胶管啊、玻璃甲金属罐头。住伫庄仔内230个家户甲游客，即马拢已将粪扫偏入单独的粪扫桶内底。Основная мы запустили, с основной уже почти на полную мощность вышли мы 2 месяца назад. 吉尔加兰交通不方便，离首都必须开垦有450公里远。第50年代，靠乌土炭创造经济价值，一直到1991年，吉尔吉斯为原苏联独立了后，矿山也关起来，真侪人都安尼失业离开。啊，不过伊的风景真水，热天有人来遮观光野餐，冬天来遮出世。当地人讲，自2022年到6000到8000个外国游客，啊，不过煞留真侪本座伫遮。自从计划启动了后，店头也开始关心废弃物回收的经济。
Такие отходы, как пластик, стекло, бумага, жестянка и другие, уже давно не являются мусором,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вторичным сырьем, которые у нас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уже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теми переработчи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их переработкой. 有名伊塞克湖也是饱受污染之苦的热门旅游地点。观光客将塑胶管啊、装沙搁撇到湖内底，互环保人员接派清除这粪扫。长水队透过联合国环境署、非政府组织甲政府部门的合作，伫9年时间内底已经清除差不多70吨的粪扫。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华岛地区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